美好生活呢個劇情片咧，主要係講一個受聘於香港基層家庭嘅印尼傭工，佢面對住即係攞唔到合法嘅工資啊，同埋勞工假期啊，但係佢對個家庭好有感情嘅時候，佢可唔可以繼續做落去嘅一個咁樣嘅故事咯。咁即係呢套戲其實係講好多印尼傭工喺香港嘅生活。做清潔你俾人炒，做樓面你俾人炒，我都唔知想做乜嘢。你估我想㗎？我搏炒㗎？我都想舒舒服服喺屋企湊女㗎，使乜請工人啫？咁拍獨立電影嘅工作，其實一直以嚟我其中一樣比較關注嘅就係一啲香港嘅弱勢社群，佢哋面對緊嘅處境，佢哋嘅生活係點樣？印尼人面對嗰個經濟嘅狀況，佢哋多數好多受聘於一啲基層嘅環境，因為制度令到佢哋係會攞唔到合法工資嘅。原來喺香港係，咁我覺得比較迫切性啲，我就拍咗呢一個先咯。對我嚟講，其中一樣獨立電影嘅定義就係佢係一個真係比相對於可能電視台啊或者商業機構，佢係會比較可以獨立地、尖鋭地去講出一啲社會現實嘅一個渠道啊。咁啊，第二樣獨立電影，對我嚟講最緊要係佢俾咗好大嘅空間俾嗰個導演咧，去諗下一個好啲嘅世界、好啲嘅將來，去探索係點。而喺呢個創造緊未來一啲好嘅世界、好嘅將來過程入邊，一個拍戲嘅人佢個身份又係啲乜嘢？有冇需要有一部攝影機喺度嘅咧？其實一個好啲嘅未來。